Hello，不是我们的老公来了，老公今天那不用怎么不认识我哎呀，们了？直播间里面这样的话，真的哎，哎呦，不用本来就是嘛哟。之前开过嘛，我们女朋友生气的话，把手我偷的。不给我上边这个亲的，这个是真的。那说说，赶我紧帮你说。打姐，她开玩笑的哦，爸是开玩笑的。冰的，我是真的说的，我真的说的。之前欢迎欢迎新进来的。我都帮你打起这些团队，不要生气啊！他开玩笑的，他开玩笑的。现在是反北兄弟们，有没有墨镜热气球兄弟们加油！我操我操！对面之间来了个什么东西？刚直播的家人们一起加油好不好？一起加油！只靠帮一帮的话有点压力大，兄弟们真的。直播间里面有60多个人，此时此刻的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好不好？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真的。在直播我赢了的话，我就好好的唱一首《更劲吧》。咱不懂这点，也更进步吧嘞。乐乐唱个歌呀，这个是什么意思？5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不同的5个人的小心心，5个人的小心心。首先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首先我们过个加成，过完了加成再有好事，兄弟们，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感谢我24级的这边有一个歌，感谢感谢。你把电子曲系的家，对，我是电子曲系的家。你是谁？你是电子曲系的同学吗？最后一个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最后一个小星星。好的，最后一个小星星，不同的，兄弟们，最后一个小星星，加油！一个小星星，直播间里面有40多个人，兄弟们，前面没有上过的，最后一个小星星，好不好？最后一个小星星，首先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帮我过个加成过一下，兄弟们，一个小星星加油，一个小星星，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前面没有上过的，前面没上过的一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哦，过了，加成过了，真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兄弟们，一起加油！南年的44一起加油！不要说我，兄弟们。这次有翻倍加成，兄弟们，翻倍加成，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热气球墨镜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好的，呀，好的，看不过你，还行吧，唱歌还行吧。还可以啊，唱歌还可以吧，兄弟们一起加油，热气球墨镜有的话现在上，现在是翻倍热气球墨镜有的话，兄弟们一起加油，真的，不要输，最后收个他们，兄弟们，最后直接干出去，让他们3个真的难念的44拿下来，兄弟们。呀，老师你好，你是电子曲系的老师是吧？我是电子曲系的爸爸啊，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老师。若知三千永这三这也门把三兄，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兄弟们，谢谢。
老师你发的那些字我有些放荡的那个娘们的。好的好的。我终于赢了一次了。然后呢，一个人有惩罚。只有一个人有惩罚。对对对对，有。对，有。不要。那老师，你就唱一小段吧。可以。你喜欢听什么歌？宝贝晚上好，真是进口油来了。什么歌都行，反正你声音好听了，唱什么歌都好听嘛。明天20。好嘞。老师你发的那些字我有点不会读，怎么办？我这个文化不行哦，粤语上面文化特别差，粤语上面文化牛逼 class。这样。那是对了。那没关系。我就唱一段啊，刚刚唱的那个歌，那个唱的我好听的是。好的，那就刚刚那个唱吧。切拉里这拉玛擦瓦玛那这个好的。但不要笑嘛，我们都是老朋友嘛，笑啥子好的，真的。我呀，你这是哪句？我哪这样吗？你自己看看，主播上你自己看看。好的，老师好，我慢慢学啊，慢慢看。欢迎你们。容些比较色。心都年马下了手，牛我塞拉破松，切拉里这拉玛了，擦瓦玛呢这个，拉玛罗热木起。叮咚咚的雨哟，谢谢兄弟们。弄着用笔敲呢，这里到家了，认真擦瓦玛呢这个。个嘎家一口，叮咚咚的雨哟，拉玛罗热木起，叮咚咚的雨哟。谢谢兄弟们，我就唱直了啊！哇哦，好听。好听。好听不？你们开心吗？你们三个？开心。开心。最后打一把，必须开心。最后打一把，不让我赢一把，在我做了。兄弟们加油！直播间里面有11000多个人，此时此刻的一人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兄弟们。真的，墨镜热气就讲点好，那些不用了。兄弟们，邮票走一下好不好？就一人一个小心心，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真的。难念的词是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感谢我的干儿，帮我点点赞嘛！感谢快乐男孩，谢谢。现在是翻倍，兄弟们，翻倍。谢谢翻倍，谢谢。翻倍。现在是翻倍的时间，兄弟们，翻倍的时间。感谢我的快乐的男人，欢迎快乐的男人，谢谢我的阿秋哥兄弟，感谢阿秋兄弟。快乐的男人是我的兄弟阿秋，谢谢兄弟们，一起点点赞，一起点点赞，多谢责任，欢迎多谢责任。这把一起加油，兄弟们，真的，一起加油。天天输的哪里有，兄弟们，有时候让我赢一下嘛，好不好？一天晚上赢1-2次就正常呀，兄弟们。一直输的话有点尴尬。欢迎40级的来了一个大高。
小心心，墨迹有的话团结一下，兄弟们，小心心，墨迹有的话团结做一下，谢谢你们。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哎，在我这边的一直打视频，真的我在直播，他们不知道吗？小心心，兄弟们，4个小心心，4个小心心，不同的4个小心心可以吗？兄弟们，一人1个小心心，加油！4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4个人的小心心。感谢我的快乐男人，感谢我的阿哥，感谢榜2，感谢我的榜3扎西之类兄弟，感谢所有的兄弟们。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不同的，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就可以了。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1个人的小心心。前面没有上过的兄弟们，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好不好？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最后差1个人的小心心，谢谢12376，拿到了，加长拿到了，真的拿到了。咱家姑娘欢迎，加长拿到了，兄弟们。等一下加长的时候，兄弟们，日期就墨迹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一起加油！你们了走。来加长的时候，兄弟们，一起团结一下，兄弟们，一起团结一下，加长，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兄弟们，最大的关键，真的。10、9、8、7、6、5、4、3、2、1，兄弟们开炮！现在上，兄弟们开炮！兄弟们开炮！现在上，现在！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妹妹们，现在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兄弟们，现在是翻倍，1.5倍的加成，兄弟们！哇塞，感谢我的快乐的男人！感谢快乐的男人兄弟，阿曲哥谢谢阿曲兄弟送来的雷克萨斯570保时捷，谢谢大哥送来的保时捷。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日期9墨迹，兄弟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日期9？榜2、榜3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日期9墨迹有的话团结一下，兄弟们，现在是翻倍，时间到了2000分，真的，现在时间到了2000分，在一起加油，兄弟们，在一起加油，真的。这把我们好好赢一把，兄弟们，真的。这把难念的字赢一把，兄弟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这次千万不要输啊，兄弟们，真的不要输！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点赞，兄弟们，点赞！直播点赞加油，兄弟们，点赞是最重要的，正能量直播。哦，对面跟上来了，B 站的血态压一下，兄弟们，对面的血态压一下，兄弟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把这个对面的血态直接压一下，兄弟们，一起加油！最后数住1把，兄弟们，最后30秒，最后20秒，一起加油！感谢我的快乐的拿着，其他兄弟姐妹们能不能动一点，兄弟们？其他兄弟姐妹们能不能动一点？真的，这把加油！前面已经上了那么多的票，家人们，真的前面已经上了那么多的票，感谢我的快乐的拿着兄弟，阿曲谢谢。其他兄弟姐妹们再能不能动一点，兄弟们？感谢我的阿哥，感谢我的阿曲，快乐的拿着。其他兄弟姐妹们再能不能动一点，加油！只靠榜1大哥的好有点压力大，兄弟们，最后守住1把，兄弟们，最后守住1把，快赢了，兄弟们，快赢了，真的快赢了。对面没有日期9的话，我们赢了，发誓赢。日期9有丁眼加起一个来了，再不用上，兄弟们，再不用上，兄弟们，再不用上啊！时间到了。阿爸要来了，阿曲马路让你破费了，阿曲不用上，兄弟。感谢我的榜2哥，感谢我的扎西成林兄弟，感谢我的崔林维 Z， 感谢我的大瓦哥，感谢137路，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真的。最后那个图他可以算吗？人不见了，不知道算不算。肯定要算嘛，这个真的是啥子哦？肯定要算嘛！哟，你这句话，这说明你大哥不会上票。我们大哥说对面没人上票，所以就他不用上吧，好像是。嘿，看不到这个等级吗？真的是。这个等级是多少？我不知道。唱歌，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呀，谁唱歌谁跳舞？我跳舞。跳舞的是兰错。你跳舞吗？我跳舞。哦，你跳舞吗？你去跳舞。我先来吗？我跳。好呀。
放大起来是咋弄？献丑了，兄弟朋友们。兄弟朋友们，对，真的。我看一下跳个什么舞。你是专门跳舞的吗，美女？是啊。不错不错，好的。有机会来看你啊。哇塞，这个站着好看。那年全场里不见了，上路并无所言了，都乱得说你的当巴里，又说当真的你的里，说你的说的。那年全场里不见了，上路并无所言了，都乱得说你的当巴里，又说那情归你的又说那情归你的。说天津的你山顶康上不对，人的说这里看得住，有龙的心给有来的呀，有龙的心给有来的呀。哇塞，真的牛逼啊！棒棒的啊，棒棒！再不要跳，不是把点口水都出来了，快哟！那我今天晚上再唱个汉歌，唱一段。快点，老师是把我忘记了吗？过得怎么样？日子过得特别好。好，接下来唱一首巴巴亚东老师的歌《慈祥的母亲》，献给你们，带给你们。好。谢谢。哇，好听好听。不叫。Let's go。味道好极了。最后打不打？味道好极。在。我们是这个是第二次哦，再打一个，刚好这第三次。最后打一把。好。你们三个都可以方便吗？可以。好的。方便。闭麦啊。方便的好打。好的。没事的么子方便。兄弟。我用微信进来。过费了，兄弟们！现在日记就摸着有的好，兄弟们，众筹谢谢你们。慈祥母亲，慈祥的母亲，你给我用阳光织成的翅膀，呼呼的飞得再高再远，不论我走到天涯，生命中落在你的心上。妈妈，慈祥的母亲，慈祥的母亲，你别说。
亲自去世的家长。兄弟们，点点关注一下，点点关注一下，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兄弟们，点点赞，点点赞。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兄弟们，点点赞。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哩啦，兄弟们，这把我们就这样输吗？这次我们就这样输了是吧？唱首歌，可以唱首歌让我赢一把好不好？美女，喜欢听歌的话让我赢一把吧，真的。一个热气球打一下嘛，兄弟们，一个热气球就直接赢了，发誓赢了。一个热气球就我们直接赢了，兄弟们加油！一个热气球加油！我快点走，一个热气球加油！一个热气球就赢了。阿克康巴哥，欢迎欢迎！欢迎西藏多姐。谢谢这个人气这么拉，人气高的时候人气这么高说的一个都没有，人气拉的时候人气这么拉说的有，那个是正常，那个是现在社会上的正常。我人气1-2000个人有的时候，哇，你人气这么高说的一个都没有。人气拉的时候你人气这么拉说的有，那个是正常，没事妈妈马路人气会慢慢站起来的啊。最近开玩笑兄弟，最近就是那个不能说赞誉嘛，别该节目就差的等俺人气也买的，我那买的，你这个要不继续买的，人气多死，平时人气多死，我说汉语不好嘛，所以就人气拉，真的。可以说赞誉的话，那我那个人气安全的很，真的。再么看到这里的装对的了，那你那大眉毛装我写的你，别该节目就在这烦得很。没有啊，哦，好的，好的，兄弟们，点点赞，点点赞，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这把我赢了是吧？不是那个，没事哥哥没事，谢谢啊，谢谢。这个不没有，我再走一下。我要做什么？唱。我先唱歌啊。呀，打酒了面，你唱吧。这个我不会唱。欢迎拉萨扎西，欢迎。那我唱，给我放大。我已经放了。到底谁在唱？你们俩到底谁在唱？呀，到我了。来个金瓜子。啊。来个金瓜子，我们两个谁唱？来。啊，是杜姐都不错。就是。金瓜子。就是唱不出来。呀，来。1、2、3。3。哦，我赢了。俺这些都。
我唱了，就是强子那个。你就这个拿了嘛，我就这个石头拿了，石头这样打了。石头这嘛，那你这是拿去了。哎，听我来再钳子一样。那个剪刀上面拿过来啊。呀，跟你们两个来嘛呀。快点了啊。预备，开始。你们了，哎呀。别这不聪明这些，他只会拿着。再来一次吧，那个动作真的是。不来了，再来干嘛？不是爱我的意思。兄弟们，喜欢的话点点关注下好吗？关注左起，关注，免费的关注，你们了左就破了这了手机呢。老婆，不是，朋友唱的好，发誓好。朋友唱的好，真的。快讲了，小子讲。朋友唱的好，发誓好。再你这么说的话，就你的大姐们都走了。等一下就没了。我本来就是没有大姐呀。你刚刚前面不是这样又说了吗？我还小心翼翼的。大姐早就睡了。我还小心翼翼的把定那种不该讲那个。我老婆跳舞真的棒，真棒！我老婆跳舞。呀吉呀努塔塞吉南达摩娑婆提萨给旁有塞达摩娑婆提萨给旁有我这看着这的堂看人家在唱歌啊。呀吉在这头发在那看，说可有你的啥？的说看，说可有你的啥的？让听这些人他我现在啦，从头边见家一，从现在啦，从头边见家一从。Gemo. 아카. Gemo. 하루 남주들로. Gemo. 알았어, 그렇다. 我怎么了？不知道他。把钱拿着拿到什么？哎。点点赞，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下好不好？欢迎在呀，你们两个一组打我，你们两个一起打我。没关注关注一下，谢谢。真的。最后我们3个玩一把，你们2个一起打我，你给帮我出去。
为什么好的打一个，呀？真的这把输了的话，你自己们俩出去好吧？啊，这那你过又不行。来。这把我好好赢一下，兄弟们，让他们两个好好的发个惩罚，真的。兄弟们，此时此刻的一人一个小心心，加油！墨镜小心心有的好现在，兄弟们，真的。明白了。你多么这给和你来的时候，对你妈了对不对啊？对了，感谢所有的兄弟们，谢谢你们送来的这么多小心心，兄弟们，加油，兄弟们！兄弟们，这个上面有票的话，走一下好不好？谢谢哥哥，谢谢，靠着。欢迎亲人，欢迎。